的照强，予人幸福的快乐，美丽的zan景，秘密的感动，爱你的温度。进来。阿婆，水饺就是你的手路菜。水饺看起来真简单，也毋过伊每一个细节拢会注重的，就亲像婚姻同款啊。看起来是简单的代志，无底下会去影响着感情。就亲像我捌听过有一对翁仔某为着摇过去的代志，吵到要离婚呢。阿婆，不管什么理由，我无可能跟你离婚的。我知影啦，我是咧讲故事，啊，毋是讲讲咱啊，这样紧张要创啊？你今仔日是去甲小倩见面是？敢讲小倩已经有心了？你即马拍到内底的囡仔是怎会？